伫咧苗栗的南苗市场，最近拢有捡漏啊，会去偷摕人的皮包啊。警方有成立专案小组，锁定嫌犯伫咧市场当，真正有分抓到人，而且也查出对8月到当时已经甲人偷摕8件啊。另外，伫咧高雄的哈乐市场，也有查啊是趁人送货无锁门，偷摕人车顶的皮包啊，结果随后警方查到。 卖人花民众来买，这是苗栗市上大市场南苗市场。平常时采买民众就袂少，拄到即摆国庆连假，人搁较多，也有消费者诚侪贼仔下手目标。这个查某贼仔一直缀看手机的查某人后壁，跳港弄到了后，想要偷摕伊的皮包啊，可是失手。伊也捌锁定皮包排伫后壁的民众，想要伸手到皮包内底去偷摕，最后无得手，也互警方抓到。警察，你手刚拿什么？ 警方讲，最近发生几啊件偷摕案件，拄开始是人车出入真多，无法度掌握。这个犯案的贼仔也搁伊的所在，比对资料了后，锁定这查某人。查到想要搁去偷摕时，佮抓到。就是好像说有人在偷东西而已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抓回去，那边要等报警。有很吵吗，或怎样？当然了，那个在挣扎，那个女生，一直还是很大力把她压住了。 这查某人到案了后，承认8个以来已经偷摕到8摆啊，专门锁定皮包排伫后壁，还佫一直咧看手机的民众。因为高雄有名的哈乐市场也发生偷摕案件，这查某人趁民众落车送货无锁车门，偷摕皮包啊。趁其下车空档，徒手打开副驾驶座车门，窃取皮夹1个，内有现金5000元及证件等物。 代志发生伫初九暗时，有查甫人偷摕了后行路离开，警方经判伊是住伫附近。一个查访确认身份了后，车速通知嫌犯到案说明，先后甲伊依照窃盗罪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